第3篇，心肝若好，风水免讨。这几年，真侪少年人结婚了后，就想要两人恩恩爱爱，无爱互人搅吵，所以也无打算要生囡仔。直到婴仔的出世率嘛严重减少，间接影响到这学校必须爱减班。这款情形，若学校的教室爱关网，连老师也无头路通食。开学了后，我所服务的学校，若无减班，反倒加几啊班出来，所以嘛有10外个新老师调来阮学校。掀开学校新学年的手册，竟然来一位姓余的老师，这落罕得看的字线，阮学校原本就有一位余老师。有一日，拄到原来的余老师，我就甲阮算笑，真无简单。今年阁来一位你的亲同啊，毋免像过去遐尼孤单。伊歹势应我讲，迄个名是我本人啦，趁暑假去甲名改过。俗名的讲安尼运会加较好。听伊安尼讲，我实在想拢无，因为这位余老师，因翁是咧做医生，根本就毋免来学校教册，伫厝做医生娘，翘骹算银票就算袂赴。有真侪同事足欣赏伊的生活，是安怎要搁改名，互加较好运？伫咱台湾的民间风俗甲宗教，一般民众拢有相命换风水的观念。无论是有钱有势、有名声地位，也是劳工做事人刻字纸的，改运改名算八字是足普遍的代志，目的差不多拢同款，也就是望互家己、亲人甲后代子孙生活若过了富裕福气，一生的路途阁会通平安顺遂。虽望有人因为改名看风水，互家己的事业行了较顺遂，生活过了较平安，总是嘛有真侪人，并无因为改运，互人生加较平静。艺人黄子佼改名做黄子佼，若生运无较亨通，反倒家真坎坷。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，好业叫伊第一名，开费几若千万，为过身的某做风水，总是嘛无因为安尼，互伊上疼的小弟肺癌来复原过活，也是减少伊生活中的八卦。近代有侪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宗教家，鼓励人行好代、做功德，来代替相命看风水。圣经中也有记载改名的例，总是甲民间社会改名、改运、行善事、做功德的目的有真大的差别。一般人是为着家己一生命运的缘故，若是照圣经所记载，就拢无共款咯。上帝甲亚伯兰改做亚伯拉罕，若正做犹太人信仰的老爸，也正做历代基督徒信仰的典范。耶稣甲西门改做基法，其他彼得正做教会石盘，为着福音做有权柄的人。悔改以前的扫罗是迫害基督徒，悔改以后的保罗是正做外邦人福音的使者。无论是亚伯拉罕、彼得还是保罗，因改名的目的同款只有一个，就是为着基督福音信仰的缘故。这几年伫会友的中间，有侪人缀咧流行改名，毋望无有别项的目的，其他拢亲像历代的圣徒，就为着福音甲信仰的缘故。
第3篇，心肝若好，风水免讨。这几年，真侪少年人结婚了后，就想要两人恩恩爱爱，无爱互人搅吵，所以也无打算要生囡仔。直到婴仔的出世率嘛严重减少，间接影响到这学校，必须爱减班。这款情形，若学校的教室爱关网，连老师也无头路通食。开学了后，我所服务的学校，若无减班，反倒加几啊班出来，所以嘛有10外个新老师调来阮学校。掀开学校新学年的手册，竟然来一位姓余的老师，这落罕得看的字线，阮学校原本就有一位余老师。有一日拄到原来的余老师，我就甲阮算笑，真无简单。今年阁来一位你的亲同啊，毋免像过去遐尼孤单。伊歹势应我讲，迄个名是我本人啦，趁暑假去甲名改过。上名的讲安尼运会加较好，听伊安尼讲，我实在想拢无，因为这位余老师，因翁是咧做医生，成本就毋免来学校教册，伫厝做医生娘，翘骹算银票就算袂赴。有真侪同事足欣赏伊的生活，是安怎要搁改名，互加较好运？伫咱台湾的民间风俗甲宗教，一般民众拢有相命换风水的观念。无论是有钱有势、有名声地位，也是劳工做事人刻字纸的，改运改名算八字是足普遍的代志，目的差不多拢同款，也就是望互家己亲人甲后代子孙生活若过了富裕福气，一生的路途阁会通平安顺遂。虽望有人因为改名看风水，互家己的事业行了较顺遂，生活过了较平安，总是嘛有真侪人并无因为改运，互人生加较平静。艺人黄子佼改名做黄子佼，若生运无较亨通，反倒加真坎坷。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，好业叫伊第一名，开费几若千万，为过身的某做风水，总是嘛无因为安尼，互伊上疼的小弟肺癌来复原过活，也是减少伊生活中的八卦。近代有侪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宗教家，鼓励人行好代、做功德，来代替相命看风水。圣经中也有记载改名的例，总是甲民间社会改名、改运、行善事、做功德的目的有真大的差别。一般人是为着家己一生命运的缘故，若是照圣经所记载，就拢无共款咯。上帝甲亚伯兰改做亚伯拉罕，若正做犹太人信仰的老爸，也正做历代基督徒信仰的典范。耶稣甲西门改做基法，其他彼得正做教会招盘，为着福音做有权柄的人。悔改以前的扫罗是迫害基督徒，悔改以后的保罗是正做外邦人福音的使者。无论是亚伯拉罕、彼得还是保罗，因改名的目的同款只有一个，就是为着基督福音信仰的缘故。这几年伫会友的中间，有侪人缀咧流行改名，毋望无有别项的目的，其他拢亲像历代的圣徒，就为着福音甲信仰的缘故。